她是怎样的女子，可以做到如此的妩媚，又如同画卷中的仙女在翩翩起舞？那纤纤玉手勾勒出的绝美弧线，不但优雅动人，还让人看得如痴如醉。而灵动和飘逸的舞步又令人难以置信。此等精灵，只能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。此刻，她既惊艳了众人，也温柔了流年。而飘忽若仙的舞姿和时张时开的长袖，都让人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。如果不是甄嬛在现场精彩的表演，相信皇上都以为纯元皇后降落了人间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臣妾雕虫小技，让皇上见笑了。华妃没想到，本来她要陷害甄嬛，却不料自己竟给情敌做了嫁衣。原来华妃因为丽嫔闹鬼一事，被太后剥夺了管理后宫的权利。而曹贵人作为华妃的智囊团，立刻想到一个陷害甄嬛的计划。这天，皇上在皇宫举行家宴，就连深居简出的端妃也受邀参加。可她的打扮却和甄嬛穿的一模一样，让从未见过甄嬛的她很是好奇。一般来说，和他人撞衫那是特别尴尬，尤其在这种高端的宴会上更是如此。所以甄嬛便趁着还未开席之时，到外面缓解一下尴尬的情绪。然而她竟在这个时间段邂逅了挚爱。起初，她想到池塘里抓几条小鱼烧烤，岂料一个不小心差点掉落池塘里。还好果郡王眼疾手快地救了她，而甄嬛却赶紧用裙摆遮住双脚。万一眼前的男人有特殊的嗜好，何况在封建时代，42寸的金莲绝不能让第二个男人看到。然而果郡王还调戏她，滑嫩的皮肤仿佛冬天的雪花一样洁白。哼，好一个登徒子！甄嬛立刻就想去有关部门告发。可宴席即将开始，她也只好作罢。只是她不知被自己打上流氓标签的果郡王，却成了自己一生爱而不得的遗憾。而曹贵人为了陷害甄嬛，便提议每人出个节目活跃气氛，并用抓阄的方式确定表演方式。接着，曹贵人抽出纸条，第一个是皇后需要完成书写的表演。只见皇后完美又工整地完成了任务。然而到甄嬛的时候，曹贵人却动了手脚，居然是让甄嬛跳一曲惊鸿之舞。与此同时，皇上面部也顿时一脸黑线，因为这支舞蹈是先皇后纯元的成名作，不但触犯忌讳，还亵渎了皇上的白月光。而各位嫔妃们都等着看热闹，倘若甄嬛跳不好，肯定遭到众人挤兑；假如甄嬛拒绝，又是对先皇后大不敬。总之，进退两难，让甄嬛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不能跳就算了，何必勉强？连陈地府内的歌舞伎都不如，这样怎能侍奉皇上？婉贵人，你随便一舞即可。而甄嬛只好听从皇上的建议，身穿红色长袖舞衣开始了表演。但她无论是肢体动作还是表情语言，都让众人嘲笑她的舞蹈毫无感染力。就在甄嬛陷入被动的时候，只见果郡王从外面走进来，并吹着笛子给甄嬛伴奏，这仿佛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，让她兴奋地将惊鸿舞演绎得如诗如画，更是让看热闹的嫔妃们嘎嘎地打脸。你坐朕身边。谢皇上。然而华妃却是有备而来，她假装悲凉地对皇上诉说惊鸿舞的故事，不仅感人至深，还有唐玄宗对梅妃的一片痴情。可每个皇帝都不珍惜最美好的东西，以至于每每错过花期后才追悔莫及。既然唐玄宗有过遗憾，那么当今的皇上又该如何？华妃实在是难为你了，朕若得空就常去看你。华妃就这样通过曹贵人的布局，再次打开了皇上已经关闭的心门。其实宴会最大的赢家却是华妃，看似甄嬛胜出，实则她是不败而败。虽然华妃没有扳倒甄嬛出口恶气，但再次得宠也算是不胜则胜。当然，华妃的第二个计划也随之而来。沈贵人她没有台下。你胡说！好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了太相？贵人审视幽静弦乐阁。